车厢间的缝隙。Please mind the gap. 10:13。啊，即马几点啊？会使先去外口食物件。啊，无你有食早起啊？要先出来。食一个物件嘞啊！吃啦吃啦。哎呀，叫出来啊！在这个月台，但是它是10:13。对，它会比较靠那边，哦，这个比较靠那边。10:13。现在几9点？9点半啊。哦，来去食早起啊。走啊。哎，好行。好，多谢。
是啥？肉羹。那就做啊，已经。咁啊，伊迄是卖，伊迄卖甜的，你敢要食甜的？新甜的。伊迄甜的，迄种甜的。你要吃吗？我爱吃啊。你不吃了干嘛问我？哎，这间再去等下。哎，遐有卖面吗？面搭吗？哎，这有卖面啊？哎，刚开始啊？还袂吧？哎，应该无吧？啊，你无通买啊？无伫迄个西式早餐啊，迄间啊。哦，西式早餐。有位吧？内底有位吧？有啊有位啊。哦，我问看。刚开始啊，还未？啊，还没？可以，可以了。可以。哎，会使啊，会使啊，你要食啊？关起来。好。